多年嚟，荃灣港安醫院積極引進醫療設備同擴展服務，並肩負起社會嘅責任與義務，推出慈善計劃。心臟診所同埋心導管檢查及介入治療中心於2011年成立，提供全面嘅心臟檢查、診斷及治療服務。喺2012年，我哋推出心臟手術慈善計劃，為有需要嘅人士提供免費嘅心臟檢查同埋手術嘅服務。同年，新增體外碎石中心，提供體外衝擊波碎石治療。喺2013年，我哋推出體外碎石慈善計劃，為有需要嘅人士提供體外碎石治療。我有參加過港安醫院嘅牙科服務，咁佢嘅呢個服務係義診嘅，完全係免費嘅。政府啊，好耐，私家好怪。又講英語，又同阿婆相咬，我好開心啊！服務態度又好關心，佢又幫我裝咗假牙。多謝各位嗰啲港安醫院。我哋致力為荃灣及新界西嘅居民提供別樹一幟嘅醫療服務。不但提供優質專業嘅醫療服務，仲成立咗健康生活促進中心，由營養師同健康生活導師提供營養及生活指導，幫助培養良好嘅生活模式，強身健體，預防或改善慢性疾病。我哋會不時舉辦各大大小小嘅健康活動及講座，加強居民預防疾病嘅意識，推動健康嘅生活模式。個個月都會收到港安醫院咧寄俾啲藥項俾我哋，全場嘅健康檢查入邊咧，不停嘅都有宣傳，由最簡單嘅預防對身體嘅好處，一路到最深遠嘅到老人家。我哋嘅活動種類多元化，當中有與不同嘅團體合辦免費嘅健康檢查同埋講座，仲有低碳素盤菜宴、運動課程、素食烹飪示範等。希望通過呢啲活動，鼓勵居民從生活各方面入手，強健體魄，預防疾病，享受豐盛人生。港安醫院咧提供咗好多健康嘅知識俾我哋啦，同埋好多嘅宣傳嘅活動啊，都係吸引我哋住喺荃灣區嘅居民咧，都有機會參與，尤其是辦咗成4年嘅全城健康嘅活動啦。港安醫院嘅活動咧，好有意義嘅，護士同埋醫生咧都好關心我哋。我哋會秉持呢一份嘅理念，提供高質素嘅醫療服務，推出社區健康推廣活動同埋慈善計劃，讓更多人展示健康嘅笑容。